一位80岁的维吾尔人买卖提托和提艾明为他的被中国骚扰的儿女作证。由于中国的镇压，他离开家人在土耳其生活了25年。最近，他为住在喀什舒府县的亲戚作证。他表示，他的儿子亚库夫·波拉提和阿布都国普尔和15个孙子被中国当局拘留和关押，其中4个男人被判入狱，6个人被关押在集中营。一个女儿以异地就业名义下被转移到内地后，被指控穿长袖衣服，被判刑5年徒刑。他表示，他一直无法联系其他亲属。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，一名反政府人士刺伤了亲北京的议员何俊尧。据南华早报报道，警察官员说，袭击者在屯门地区的地方选举中用刀伤了何俊尧的胸部，何俊尧的助理也在袭击中受伤。此外，到目前为止，已有3000多人被拘留。抗议活动使香港近10年来首次陷入经济衰退。欧洲大城市的突发事件引起了恐怖怀疑。首先，据称有人试图在阿姆斯特丹施基普机场劫持了一架飞机。荷兰当局解释说，他们进行了干预，但没有说明机场流动的原因。在欧罗巴航空稍后发表的声明中说，是飞行员意外发出警报，并且情况得到了控制。同时，在比利时的登德尔莱厄夫火车站发生了恐慌，警察解散游客并控制了局势。此外，在意大利米兰，警方受到炸弹举报以后，加强了机场的安全措施。美国国防部长马克·埃斯佩尔说，俄罗斯和中国正在积极开发人工智能的军事利用潜力，美国不应落后于这些国家。美国国防部长马克·艾斯伯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人工智能会议上说，艾斯伯，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有可能改变未来几十年战争的特征。哪个国家率先掌握人工智能，哪个国家就能在未来许多年中掌握战场上的决定性优势。我们必须要抢先掌握这项技术。在也门胡地德政府军与胡塞人之间的冲突中，有22人丧生，38人受伤。西海岸联合部队发言人瓦达·艾德比省上校说，胡塞人用重型武器袭击了胡地德南部的军事据点，政府部队击退了这次袭击。他说，他们已向监视哈迪德停火的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汇报了局势。